啊，他不是说哦，总经理哦，总经理到采访了，总经理你好，你来贵宾室休息哦，啊，这个是农务，你就不要贵宾室休息哦，这个不叫礼啊，这个不平等的嘛，啊，那总经理呢，当然来好好叫，啊，那迄个一般的就无好好叫，啊，这个叫错。你怎么会这样呢？你不是这样的嘛？你本来也本体人站在人的架构之下，它是平等的，所以礼貌它是站在尊重，这个叫礼貌嘛。我尊重你，你尊重我，这个叫礼貌嘛。所以礼貌叫人际关系嘛，对天叫礼敬嘛，对圣人的话叫做礼仪嘛。这个东西你很自然就是能够这样讲出来，所以这一个礼能够在这个环境里面，它就约束我们的行为，约束我们这张嘴巴，约束我们这个身体，不要去越轨。因为有人在上面，这个良心在上面，你自然就会产生嘛。它不是用一种方法来给你约束，而是在这个架构之下，它本来产生这个逻辑嘛。对跟错，很自然的清清楚楚。就知道这个可以做，这个不可以做，这个可以讲，这个不可以讲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那么柔，它是乐，说我们生活要自在，乐它是自在嘛，说乐组合嘛，那你要乐，就是要先乐，才能够乐，啊，能先乐啊，先乐啊，先熬，它三个条件，三个层次嘛。哦，那这样的话，你刚柔并济，才能够合乎这个人嘛，良心本心这个自在嘛，是不是这样？哦，这个太多可以讲的了哈、哦。所以你要合乎这个环境，合乎这个因缘。所以一个人如果懂得礼跟义，在这个社会上，你的生活的品质出来就好了嘛。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个环境里边，我们这一批年轻人回到家里都上网？什么原因？因为没有义。不知道内心世界非常的空洞，非常的空虚，不能够油然而生嘛。所以它组合，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歌是心之静，啊，心的静嘛，哈，歌嘛，啊，乐它是心之声，对不对呀？舞它是心之形，形状的形嘛。所以一个歌，一个乐，一个舞不一样吧？所以八佾舞只是把我们内心世界艺术，透过这个舞把它表现出来嘛，这叫舞嘛，是不是？好，释放你艺术里边一个东西嘛，释放你内心世界这个感想、这个感受，透过这个舞把它表现出来嘛。所以你看那个迈克·杰克逊，哦，那个很厉害呢。那个艺术里面对这个舞里面的造诣哦，那一种又跳又唱歌，这个节拍这个舞步哦，我们怎么练？我看我一辈子都练没有。他只是把他内心艺术那个存在这个高度深度，而且那里面那个味道，透过这个舞表现出来。所以那你看那迈克·杰克逊那个舞，全世界每个人都在看。他的行为这么不好，你看全世人都怀念他，那他有同癖呢，啊，因为他的造诣已经到一个火候了，对不对呀？一个水准了，啊，所以你看所有的意境的东西、内心世界的东西，还有我们的喜怒哀乐，那一种的情境，哦。做电影的情境，做什么的情境，都要靠音乐，对不对？配罗是不是靠音乐？啊，你看悲伤的音乐就不一样，快乐的音乐就不一样，紧张的音乐都不一样。没有音乐就没有味道了啦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没有音乐就没有味道了？对。哦，你看那个谁啊？那个电影那个，如果那个。鬼片哦，透过钢琴，透过什么那个乐器哦，把它表现出来，那一个我们就跟着紧张，我们脚就跟着打节拍，我们的思想就跟它的走，是不是？所以乐非常重要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如何在这个复杂的社会，在